后来囝头三等来台湾来看这位作风真有正义的法师横说，进前方逼供欠人3000多万。伊的两个小弟都是真有名的艺人张飞甲费玉清，这几冬来已经帮伊行就业的债务，已经未堪哩咯，无再调阁出手来帮忙咯。结果想袂到伊早起伫个面册来写讲，伊有这个卖将的金主帮伊甲债务总还清咯。伊阁讲伊两个小弟并毋是要出手甲帮咱，是去互拒绝的。伊阁讲打来，伊要专访为东山再起。展出江湖。强讲欠债3000多万，美起来足久的横竖法师，初7透早伊公布13段影片，讲伊向诈骗的真因后果。那个时候，我为了救我的票性，我就一直在做着这个人呆，也一直的相信他会还我这个钱。横竖表示感谢放档内的债主，愿意给伊时间，嘛感谢金主3000多万拢解决了。当我和律师跟金主们最后呢是至诚恳切的达成了协议。几个金主是毋是有透过正当的程序来还钱？横竖法师无交代。有人讲，这几单伊弟弟张飞和费玉清已经替伊还2亿外的债务，这摆决定不爱出手，横竖无承认。所以外界不了解，不是他们拒绝帮我还钱，是我倒过来拒绝他们帮我还钱。针对外界有人讲，每个月横竖法师拢对2个弟弟遐，一个人摕20万的供养费。伊讲无这个代志，伊自即马开始要伫网络、电视出骹手功夫进展。这款炒新闻的方式，嘛是看得出来，当年伊伫演艺界的本领。